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 Go 共哈发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来到哪里？来到台东。台东真的是好山好水好地方，所以很多人来这里离航旅行。来这里除了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之外呢，还可以体验当农夫哦，带大家去看看喽。要怎么找凤梨？来到台东，游客可以体验当一日果农，因为现在有3梯 C 梨行，让游客可以更认识凤梨。先学怎么采水果，了解种植凤梨要注意什么，什么样的凤梨才可以收成。有专业的果农现场教学，相当有趣，所以吸引了很多城市人不用了来离行。放假的时候呢，大家就可以来台东鹿园走一走，采采凤梨喽。那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放假。放假要怎么说呢？请到我们今天的客语小老师徐老师来教大家喽。放假，我们的客家话就是讲“不用了”，不用了，学起来了吗？不用了去3梯 C 梨行。除了体验当农夫，还可以 DIY 自己做凤梨糭。我们像这么大粒的凤梨呢，我们就是把它切成1/8，跟着欣赏动手做。盐跟糖要加多少功课？要加什么才能够让凤梨发酵？3梯 C 梨行能让大家收获满满。忙了一天，肚皮耶，还有凤梨风味餐可以品尝，有凤梨炒木耳、卤凤梨组合而成的凤梨碗公饭也很有特色。不用了，可以让自己走出户外，亲近大自然，来一趟 C 梨行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讲到从产地到餐桌啊，你知道中间发生什么样的过程，才能够享受这样丰盛甜美的果实吗？下一次可以亲自体验看看哦。重点是学到了新的词，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放假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第二个呢就是旅行，离行，离行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这句话就是放假到产地小旅行，不用了去3梯 C 梨行，不用了去3梯 C 梨行。其实这样的体验是非常值得的，特别呢，如果带小朋友一起去，那更有教学的意义喽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